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冯恰恰。节目要做10年，你画10年，你敢袂出道？袂艰苦。是欢喜，用着欢喜的心情，欢迎咱全球的华人来欣赏咱上高有水准的电视台、公共电视台，上高好看的节目，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。大家好，我是咱大家好主编彭恰恰我本人。是。这个节目啊，包罗万象，来宾除了艺人以外呢，嘛包含着社会各阶层的人士，各项的专家。像你今天呢，这专家啊，曾经在本节目当中，伊就以动作引起着全民的运动。哎呦，顶回伊甲迄个这个何老师两个对射，会记无？这个只有无？好，两个射甲两个尾冤家呢。来，这位才是咱台语文的专家，欢迎陈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艺术高明有名望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啊，你讲的医生哦，咱定咧看咧迄两字叫做，哎呦，姓林。是啊，那医生啊，那讲这两字。这我袂晓呢。哦，有咧，但是有咧你袂晓的。这医学专家伫对面。安尼好，咱这请教迄边。对对对。老师你好。哎，老师。医师你好。胖哥你好。来，请你再次用台语自我介绍。是，小弟姓王，是，名灿耀，是，台北市人。民国47年10月7日生。哦，国庆日呢吼。是，普天同庆啊。哦，普天同庆。生日全国家拢甲你挂国旗。啊，我拢讲，唔通安尼车花啦。国难当前啦。是，大家要节约。国难当前呐，听有无？国难当前呐，在疫情的关系吼，大家尽量低调。是。啊，你最近伊生理好无？生理。哦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啦。哦，迄读做疫情吗？疫情啦，我是讲疫情。哦，开始。啊，咱唔是讲冰疫裤啊？哎呀，你讲冰疫裤。我两字无共哦，一个是病与病，一个是两个人哦，是，无共但是哦。迄音拢差不多。好来，到底是疫情还是疫情？吼，你两要输对啊，解决是要什么解决？咱拢尊重。歹势，咱拢讲免疫系统啊，免疫系统啊。好，尊重。不感动哦。是。哦，足客气，看到足袂温度有先后啦。闻到有先后，是多过一笑，无过一动一动。是啦，你医生管生理无？医生管生理无啊，汉药房无差。哦。因为大家爱增加这个免疫系统。吼，啊，这个门更加的收缩。啊，这个目睭。你顶回门更刚有讲过哦。收缩哦。是。啊，会晓对这个气候，啊，歹的空气会使调整，增加抵抗力，咱就会感染到这种疫情。对啦。哦。本身的这个能力要提高啊。唔对。你杀菌来直接甲处理掉。是。细菌。唔对。我写两字，你敢了解？杏林呐。还是安那？唔是杏仁咯，系杏林。五脏六腑啦，肝吼，这个肝啦、心啦、脾啦、肺啦、肾啦，五脏对，六腑、大肠哦，啊小肠哦，啊胆，太丰富是，啊胃哦，这拢是腑。哦，跟能有什么关系？啊，因为咱所有病症拢爱为肺部来治疗。哦。因为你喘气，每1分1秒拢会喘气，但是食物件无1分1秒拢会食嘛。
哦，是不是安尼？每一项病拢为细胞拢爱开始，胃部来治疗还。是跟迄两字有什么关系？是啊，啊，杏林本身就是化痰积少。喂，讲林讲啊，杏林是迄个你头杏林先讲大啊分江，你就是要讲化痰积少的对。林啊的林，迄个武林的林呐。老师，麻烦你解释一下。三国时期啦吼嗯，因为医生吼拢是做爱心的，甲人治病了吼，啊人看人可怜啊，无收钱，毋过若会使吼，用一张杏树来遮种，所以变做大家拢来遮种啦，变医生遮大个所在就变做足侪杏树，所以这在尾啊叫做杏拿、杏林。杏林、杏林。啊，变做是讲哦，表示这可能是一个医生会讲治病的所在安尼。哦，诶，这个传出来个安尼听起来个不了道理吼。但是为免个一定要种杏树呢？这可能迄医生伊介意的物件。可是伊要治鱼部，因为伊用得着嘛，对毋？这杏林伊拢用得着嘛。所以你老师杏拿的树啊，会生即个杏林，啊，伊就会使来治即个肺部的药，即个药啊，就一直拢无款嘛。我了解。哇，所以你两即么感觉就对了啦。对啦，是啦，我就先挖边仔去，啊，再个挖来正道安尼啦。相当极细咧，哎呦，相当极细哦。甲你开讲就欢喜的，但边仔只有听讲嘛是医师吼，是，是是。哇，来，碰过，王先而且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。好，冇问题。碰过各位电视机头前嘅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作恩，做，好这小等做了，恩。这两字嘅台语，你确定是做恩阮阿嬷拢安尼甲我叫啦，做恩为细汉就甲我叫做恩，做恩。来，洪老师，你感觉做恩对吧？迄个因为上尾伫烟社，咱听讲烟社有角头有无？北管南管，咱拢讲烟社，啊菊水烟、紫水轩，菊水烟，你有沟通吼？一点仔呢。对，来，做恩对不？应该是乍hen，乍你hen，看乍hen，迄个乍哦不得了呢，哈，迄个乍不得了哦，不得了。因为你做段内底吼天乍明德，表示真有福气。哎呦，啊，另外你也看布袋戏吼，隋唐演义内底，金子一出，虽乍不长，就是讲金子出来吼，迄皇帝位无法度保持久长，所以变做有福气，佫会当做皇帝。哦，你这里吼，这八字要有当才会当用哦。袂歹，安尼唔通做医生啦。你等我一下，你两个头无共款呢？是啦，啊，意向为主。应该是老师较标准，但是因为吼，伊即个名太好诶，不但讲医生啦，名甲理上修，伊汉尼娶某，我娶着遮水，真少。他在传播，是有相别因为我甲因太太定吼，专心去演讲啦，啊讲哎啊，哪有这某水个安尼？是讲几波吼，恁太太到底是何人？好，阮太太就是人讲台湾好新妇，哎，李佩珍。哦，佩珍啊，佩珍啊，佩珍的台语叫做佩金，佩珍。佩金，会精佩金，啊水呢？怎么会拍了注下来了？来啦，为什么他们两个啊？白讲哦，白讲。嗨，人家都系啊，爱就想要做免钱的，就讲我无给你。不要来讲啦，不来啦，无钱分啦，大把吞啦，迄就因某，哇，我免钱的啊，一直输啊你。我今仔日我害我，啊，所以你主治的科目是，你我较早是外科到泌尿科两科啦。泌尿科、泌尿科，嘿，对得了，泌尿科读做泌尿，泌尿科，对，较早做者但是即马主要就是甲人注射啦，开刀啦，整形啦，整形，好谈呢。嘿，我手干嘞，你看，唔常讲啦，老师唔常讲。唔得，要咱回答。现因某拢袂老，经过你的妙手安尼处理过吼。嘿，啊，你家己看家己某看了敢会仙啊？没啊，我就看了会生就我就甲补两针，甲改一下，搁甲改一下。
啊，伊家己嘛照，因哪照镜嘛家己哪做呢？但年前我甲伊共台啊，这个说袂认的啦。安讲尼，你家己一定有签啦，哦，有做啦，有做啊，有签，有咧签，签啥？啦，你看我有救无？我怎样呢？哈，我有救，我这你边唔通救啦，你救了你就唔就碰过啊哎，啦，你就是安尼啊，才是碰过啊哎，。平常袂当天啦，哎，天气你穿对啦，当天啦，哎，靠这看呢？真欢喜。本来这遗书是较委婉的讲法啦，对啊，哎，可能嘿，啊，生几啊？生两个，哟，嘿啊，一个查某，一个查某，哎呦大汉的查某，这厉一个好害哦啊嘛是拢靠药啊。拢免饲饭，拢注射尔。哇，今仔个趣味啊！今仔个咱呢，还有两医生，中医师，也这个经营的哈，也而且是这个因太太是有知名的艺人，但是拄啊，家己承认讲因太太互伊施压过，是啊，给过，后来恁太太互你施压过，你上过满意的部位是对一个部位？哦，这真歹讲呢，因为你注意甲看吼，伊即马伊生了有，可能我注意看。唔是啦，我是讲你看电视就好，你看电视就好，你看电，吼，有人讲吼，阮即马两个生了愈来愈成，哎呦，哦，吼，因为有人甲我问讲，你是安怎甲恁某甲恁某施压过？我就看我的相片啦，对啊，你是对。即马上满意就是，伊即马愈来到有迄夫妻脸，啊，诶，红啊无面拢照红啊无出，面现着，诶，这部袂歹哦。嘿，诶，嗯，有咧，啊，我碰色应该无想要叫你，你有说无想要教我，今日甲我教咧。咖喱啦，无啦，迄款的啦，好来，即摆要来考这个台语的这个程度，对两位来讲，你小可代志啦，但是对有西医的就不一定啊。哦，真困难，你隔壁这个老师足厉害，哇哇哇，来一寡病症的名，我用华语讲，你换做台语，好，好，好，考来来，哇，我说胀气，我讲。不要问你，问你，老师，我出来问老师，嘿，无紧，拢你讲啦，拢你讲就好啦，嘿，拢你讲无紧。既然老师要抢答哎呢，吼，碰个猛像拢你回答，哎，你一人作答啊，嘿，咱你放一条话，咱到底无一个气的，迄首唔免唱啦。大家照录呢。我叫伊测嘛，我用这省力，紧张啦。好，安尼好，来哦考来来，我说胀气，我讲巴肚肚肚，我嘛是讲巴肚，因为我的讲法啦，巴肚肚肚，唔对，唔对吗？唔对还，是有一个碰碰，碰风，丢机，碰碰就对对啊，吗？对啊，哎呦你囡仔碰碰我得掉个通碰碰嘛，哎，是安尼讲是哦，安尼讲的，来，我说斜视，我讲写诗，斜视，我斜视呢，斜视，触吧啊目，睭，醋吧，厝目吗？写诗，厝目，嗯，笔车，安尼，倒给泡汤啊，泡汤，安尼是大泡汤，泡汤，哎，脱汤啊，哦，这个泡就简单呢，汤是斗鸡眼哦，对啊，斗鸡啊，眼，斜视嘛是斗鸡眼几种，来，哦，是哦，卡来，我说驼背，我袂晓讲，你是咁样讲。上简单的吗？你上简单的，就简单的，我都无翘久的去下面。啊，翘骨，翘骨，翘骨，你个放水啊！无翘骨的，翘骨的，还是温故的，温骨拢是拢那个驼背。来，我说睁眼，阮拢讲是目尖啦，所以啦，对毛讲讲目高尖嘛，是目高尖。来，我说大舌头啊，诶，就简单呢，硬哦，两字呢，硬哦，唔是，大气，啊大气，大气大气个兴体，对大气跟兴体能啊，甲你讲，我。碰过，大气嘛，来，我说口角炎呐，简单的哦，喙，三字哦，第一字啊呢，第一字啊呢，就歹字的，对，再来，臭喙角就对了嘛，臭喙角吼，纯粹提供的，较早还有一个避风啦，较早咧煮饭啊吼，
顶悬咧阿妹啊哥，还是卡伫个挂迄个，无会好，无唔对，对不对？迄拢讲落牙放屎啊，放尿啦。对，去这个拉牙哦，刷。爱按，吼按少少，啊个。迄是真的还是哎呀，对，你好，咱讲来呢。迄是偏方啊，是啥物安尼就有效啊？做米气、米气，因为臭水胶是免疫系统啦，免疫系统收低啦。啊，你食饭就好啊。无共款，按吼按甲饭的功用无共款。暗甲饭无。啊，除了迄个若无暗，咱就无要食什么药？普通哦，啊，都乌药粉、青药粉、青苔抹就就好啊，光当白药粉。嘛是可以。用来个甩来，我说水痘，水痘，哇，水痘，每一个人会经过。我无确定，敢是春麻啊？不是，还是啊水珠？追逐，来，我说斑秃啊，斑秃是啥货？我连斑秃是啥我都唔知。你知斑鸠呢？斑秃一下。斑秃是啥？迄头毛有无？向用遐龟剃头。龟剃头。哎咩，鬼剃头嘛，用一头斑秃来，这个整形科没什么关系。我说夜盲症，我讲半暝看唔到物件，嘛是对啦，半暝看唔到。是这个意思哦。手暗了。隔壁唔知道咱要偷讲无？隔壁唔知道咱要偷讲无？隔壁唔知道要偷讲无？夜盲症，就是暗时看无物件。你要个偷鸡讲？仔肉啦，鸡啊吧，你要是啥？你有看鸡暗时啊，目睭拢磕，啊，要有金敢若无金啊呢？有看到敢若无看到？鸡啊吧，个这咩？鸡暗时咧困落，拢安尼无一言啊，叫鸡啊吧。啊，生伫骹底迄嘛叫鸡啊吧，叫鸡的对不对？我唔捌听过。鸡啊吧，夜盲症叫鸡啊吧，来了解哈。好来，我说肾亏啊，拜神啊，在座的查甫拢安尼啦。哈伊流目屎，放屁兼闪屎，调情哦，大家查某拢调情哦。放尿搁加尿袋。个人做啊，个人打哦，我个少年咯。少年人嘿，少年不一定就较勇哦，你唔知咧吼，白心啊白心。我说尿布疹，尿布疹，塞亚卡称，迄是一种有若生出来红红一粒一粒，小水珠，水珠拄啊，是水珠是水珠。尿布疹你有生？失禁，失禁。尿珠啊，老师，大家尿珠啊搞，哦，那搞掉了，尿珠啊搞，够寒有无？尿珠啊够。对。我先我第一摆看到啦吼，提叫观众做参考。啊尿布疹叫做尿珠啊够。尿珠啊搞，这条得要考妈妈。两边搞一搞，不要搞，来考妈妈。，这条你一定要。对吗？我说气喘。我讲黑菇，哦，黑菇你。知我会晓嘿。黑菇吼，黑菇少，酷菇少，黑菇日菇年8日少，10日少，有无吼？讲句那么啊，短一款咱迄阵，寄药袋啊，吼，拢画一只虾啊，嗯啊，甲一只菇啊呢。所以黑啊，老大人就知讲虾菇，啊，就紧偷来食，啊，食到就就好去啊。对了，来，我说狂犬病啊，等下，我先搞我讲声等下，小高病吗？小高白毛无唔对，这个，哦，这叫我说腮腺炎呐，我讲低头皮。低头皮水来，对，我和你刚在。小等下，低头皮有面个腮腺炎叫低头皮对，啊。啊，就整甲这一个敢若猪头啊，所以这个简单啦，我来。脆皮才就敢若猪头的，有这个啊这个脆皮吧。哦，是啊，啊，普通咱就是吼青苔啦，哦，有一种食物啦，叫做青苔，伊的粉啦，啊，甲伊写一点好点的这个所在，安尼就好去。是安啊，无尼吗就？是土地公吼，伊的祖徛啦，就是伊的这个伊咧徛，伊咧徛伊咧，伊的好牙，坐骑嘿好牙吼，啊，咱金纸踮咧伊的下海啊，哦，小安尼来回安尼铲2-3遍啊，啊，转去甲搭落啊就好去。你若说通讲，阮咧节目报出袂是啦，啊，使袂讲啊。青苔这个是较有效啦，因为青苔本身就是消炎解毒嘛。哦，因青为迄是苔，滤过性毒啦，好，腮腺炎是滤过性毒。是，每一个人拢会丢对。加减囡仔大家拢有丢过啦拢会丢，过，我嘛有啊，低头皮，好来，丢你要去，破音，来卡落来。我说耳漏，我讲臭耳
臭鱼啦，臭鱼翁啊，唱一昂，哦，臭鱼翁啊，是内底老人啊，其实哦，老鱼羊啊膏啦，普通拢安尼讲较顺啦。老鱼羊啊膏啦，我来卡来，我说癫痫呐，有hình呐，有形，哇，还是第一波癫，过来来，哦，你这困难。我说产入热，产入热是啥？产入是生囡仔？是唔是生囡啊？是跟生囡有关生系吗？囡啊？哦，未来风，未来风。有听过，听阮妈妈讲。产入热叫未来风，是因为一个月来去感到你寒，是这意思吗？是就是因为夜内底做都无好势啦，哦，咱一定爱倒，啊一直起来，哦，啊一直摇椅啊，一直泡奶奶，啊北着啉水，啊洗头，这拢会夜内风啊你。一月日内底尽量买。是啊，摆身骨轮疼骨折，啊无着头风，所以叫做产入热。嚯，我若来开一个药房，请你来这直播的特对动，啊，咱两个参加变过啊。是啊，有需要的。无变啊，咱这边个足需要的。厉害没？咱三个做伙好无？好啊，我就伫边仔徛咧就好。这扛棒。好来，最后一条看来，我说出血性中风。我哪有可能知啊？我哪有可能知啊？等脑筋，哎对，长脑筋，等脑筋，啊脑冲迄脑冲个，脑冲也较常咧讲，等脑脑冲的去绝对讲好。我要等。脑冲的你积极风冲是边啊？普通就较医就较紧。啊，无你要紧，无你就车野人中啦，嗯，车野人中，人中的台语该是啥临终啦，临终，安落临终啦，临终，哦，啊无就好靠紧来填啦，好靠来填去我家也未来已经甲填好伊个填个填。啊喏，啊伊若无喘气，啊，无转佢当做 CPR，是边好好好，人工呼吸等等。好来，俗语讲了好。哎呦，啱啊，嘿，少爷你来啊！哦，你今仔日哪会生意来好无啊？啦？无啥好啊，今日拢无什么人无客啦。咧认真做生意。有啊。哎，啊我阿爸的，有人客。哦，伊拄则顶阿爸拄则，伊头家伊拄则去迄隔壁迄栋病院啦，吼，互医生看啦。哦啊，等下应该连伊就倒来啦。哦是，我想讲，毋然阮阿爸食豆啊，我买一个便当，哎，这个便当足好食呢，排队排到偌长诶，我特别买来互伊食诶。少爷，你足友好啊，的一定爱，阮爸遐听我。哎，啊无你坐遮等啦，吼，好啦来来来，好好请坐，请坐。啊，诶，啊少爷，嘿我听讲吼，你最近有去参加迄歌手比赛就第三名嘛？这个代志啊，有啦，我有看电视啦。真的吗？对歹势啊，歹势。嘿哈，啊规地吼，啊即马嘛无人客啊，啊无你要唱一条来看嘛？哎呦，你想要听哦？嘿对啊，我就想要听啊。好，我们来唱一个哦，哦，唱一个无共款的哦。紫薇亭，紫薇。倒挂切二十，倒挂切二十，倒挂切二十，切二十，切二十，倒挂切二十。乌龟到倒盘切一块，猪耳甲粉肠切一盘，杂菜面、地瓜汤，拢要来一碗。蒜头好少混咸豆油，麻色的尽量调较济，大卤面、白菜卤，逐项拢好食。粉肠大肠头，猪心乌鱼子，豆卵铁肠夹，豆瓜切二十，切二十，切二十，豆瓜切二十。哇，你嘛是安那，你开演唱会上落着滚滚啊！无啦，无啦，无啦。哎呦，我甲你带便当来，毋知你食袂？系啊，这间好食的啦。好哦，嘿，食好哦，饭食饭吧。拄则去病院检查身体了安尼，哎，之前讲的康复嘛，即马拄腰啊拄好。来啦，这，来来来，阿爸，头家这，来，我阿爸你是去检查啥啦？人讲啊，少年转过溪，老来地就会啊。最近安尼吼，若去迄时
放假安尼规皮安尼淡到落去诶。哎呀，佮半暝佮行起来搞油安尼，一暝起来3、4回，我毋知讲你病院检查一下。哎，爸，迄医生是安怎讲哈？这都毋是我咧操蛋。哎，医生看我裂雨伞来讲，哎呦，彭先生啊，你裂雨伞生就有够水，佮有够缘投。哦，我规个人拢笑着起来，无代志，小可去运动。我甲你讲，水道头若开开哦，同款是大港伊个呛滚。哎，我若较出力咧，迄规个态度会去啊冲帮伊，我甲你我讲。嘛喊过，真正是人超过死都会剩一支嘴啦，对剩一支嘴切啊讲迄讲搞毋知安尼透死淡嘛，毋听人讲什么粒雨伞，生做水果缘投诶。哎呀，头一个叫人学咯，诶，感觉心情啊不了，是不灵洋。哎，人讲猪吼，全身骨拢会使食，啊，毋过我毋知影。猪的摄雨伞会使食，你知无？什么叫摄雨伞？摄雨伞会使食。哇，恁边错一个。好啦，你别讲这，你对不起，食猪摄雨伞。等下人去病院咧休斗吼，人去就拢来啊，较定真的啊。来，准备。哦，今日病人有够多。我听你啊，来食豆啦，来，看要食啥吼？啊，两碗大米，来，一盘乌白切，大米吼，米啊煮较甜，莫伤软吼，啊无爱淡味素吼，来，幼米吼莫用粗的吼，水来，啊你个做啊好啊，你个我这速度足紧的，有啦，这紧哦，嘿，卤菜嘛啦。迄老人客啊，知影老主顾，阮知影你爱食啥啦。来，你看老店啦，你看起来就是做好食的安尼哦。好啦，慢慢来。来，翁诶，我来甲你试啦吼。哈，啊，来，先看一下。来，恁迄手机啊的电火吼，帮我拍好开。平常时吼，因为我拢有护士啦，啊，恁即摆吼做我的护士安尼，来看顶悬吼，啊，你的喙唇安尼拍开，哦，系袂歹。啊，下骹伫咧下骹，我爱来处理一下。来，头家你敢有迄片子？有啦，阮家有什么家私？啊，你等一下吼。哈，咱家有够骗子哦。袂歹。对，你这米单哪有骗子啊？无啊，等下车嘛是会害去啊，修理啊。猛用啦！来，今摆是来拍婆啊！来，哎，透死人第一摆看人伫面搭咧扮喙齿的。哎呦，我甲你讲啦，其实吼，我是迄牙科医师，啊，我即摆若是看到有人的喙齿咧拍开，我就会足热情，你的喙齿就是我的喙齿，啊，我的喙齿就是你的喙齿，所以呢，翁的这是我的。职业感，这是我的职业感，我的职业病啊，歹势啦吼。我知。啊，我即摆甲你处理掉啊，啊，你当食饭啊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毋过嘛足奇怪的，我听人讲，迄平常时吼，迄放迄喙齿有无？对啊。啊，拢是爱煮迄肉虾啦，系啊。啥恁翁毋免煮？靠我当安尼白啊。直接咧，慢不是爆，慢喙齿。啊，你直接放起来，安怎啦？讲到这，恁个有错不对啊？安怎？我乃是全台湾第100个麻醉科权威，第100，第1名的麻醉科医生。我有一个称号，大家拢叫我麻那个逼。伫医界这10几年来，逐工处理这个病患。对。哦。啊，结果我即马吼，规身躯拢麻，完全唔惊疼。啊，无恁手看卖。哎呦，手看卖啦。唔惊疼，唔惊嘛？好，这只疼安尼讲的哦。来，伊是真正袂疼唔的。惊疼，唔惊哎，袂疼，真正唔惊疼，惊疼，真正唔惊疼，真正唔惊疼。现在我麻药退啊，我即马会疼。啊，你赶紧啦，我们来食。食米哈，食米哈，来。哎呦，这那老的滚滚是安怎呢？一定来。一定，安怎？安那，这个要怎咩？少年你带回，我带啊，嘿，看你善过无办，嘿。但是年底要做老爸咯。哦，爸，你要做阿公啊咧？我嘛真的哦。容易。
哇，安尼嘛做得出来。是啊，就厉害的哦，你的美国，你好漂亮呢哎，。医长啊，哦，迄外口天气这么热，我看迄规身躯寒，我甲你拭拭啦吼，好啦。零角嘴，无食大心亏。哎呦，你昨暗搁甲我偷食啥的呢？是安怎连这你嘛知啊？鸡卵骨着，你食啥你嘛知？再三叮咛拢唔听话，一工一直喊起来。好啦，我后盖会记你莫食宵夜啦。要改？要改啦，会啦。哦，多谢医长。哦，你要注意啦，我你会听死哦。哦，啊，这猎无线都已经整啊，敢若鸡卵安尼嘛知。放了起泡，白炉，佮拢伫个皮顶头。弟弟大龙知呢？这位医生，这个是假手，安尼你摘会出来啊？文切，这就是一脉相传。哎呦，问切，我说你问着塑胶，问着你嘛有法度。同款安尼我就了解你为啊。丹田的气一直甲这个耳机，你同款佮传来我的手咩？安尼哦，厉害，真正都有影厉害啊！吼哇是讲这做医生的拢有迄个职业病。对啊。啊，真够人起来，来，医生来这吼，来变多一个。感觉有位啊哈。啊，我来吃。有啦，中岛时啊，人加较济吼。系啦，变多啦，这一个。看人斗阵夹到你要紧无？好啊，冇问题啊，会使啊。哎呀，这，来，请坐，啊，看要食啥吼？嘿。哦，啊无想讲食饭正经吼，先来食一个金蕉啦。哎，你即马要创啥？歹势啊，借问一下隔壁的人客。嘿，啊我杀金蕉出来，当然嘛是要食，无要算哟。好，唔通，金蕉你想要安怎食？你甲我讲。啊我就甲你创啥？你要甲我要甲开吗？背开啊。唔通，金蕉唔是安尼食。来，摕来。金蕉毋是安尼食的，哈，金蕉唔是安尼是安怎食？金蕉是遮水的物件吼，咱即马吼，我的任务就是爱甲你教金蕉安怎食吼，啊会使互伊莫受伤，啊你搁会使食着金蕉，哦，啊这就是外科医生的职业吼，咱即马就是爱吼为这吼甲切落开吼，哦，好，是金哎蕉，呀我是甲金蕉会疼。哦，足水。哎呦，要嚼嚼呢。我刚刚哦，医生够厉害。哦，拢无歪去手咧中稳的嘿。好，啊，手那拢袂错哈。啊，即摆咧，甲背开，背开哦。啊，请问这有什么好笑啊？无，伊欢喜啦，伊欢喜啊！伊个开刀的杭州的，这刀法伤水啦，我哦，弄袂掉。哎呦，啊，搁较啊，这金蕉吧，哎呦，啊，规条安尼摕出来。哦，你妈笑，哎呦，遮水啦，你看，啊，给咱切切的啦，哦，好，水咧。啊，我摕来单掉。啊，唔通，哦，这金蕉吼，咱吼，即马因为即马这个金蕉有一个空喙，咱即马甲这金蕉搁挺起来。啊，伊这吼空喙吼，伊这空喙会好吼，啊，搁袂感染吼。安尼，哦，啊无，伊即马真疼吼。系啊，会疼啦，啊，拄啊，你有做麻香嘛？哦，伊袂疼嘿。所以咱即马甲挺起来吼。哎呦，啊，即马吼，差不多上尾一针嘛吼。哎呦，哇！一摆甲咱牙工共款。啊，那个一支啊咧，好咧，一张好，哇！安尼空喙就生了真水啊！哦，啊是有反动心啦。哦，恁两个讨论起来吼，像咱咧做生意真好呢。过当交到这样的好朋友吼，佮有医生来甲恁看病呀吼，哇，这真好。只有两句俗语通形容啦。第一句叫做大巴肚的人苦，第二句叫做大肚新娘招安。来，拍破过来，来，请，来，两位医师来请听。哇！来拄只风采，这情形讲吼，啊，伫咧做生意真好啊，交到朋友，这艺术朋友啊，真好。第一句形容叫做大肚的人苦，赞成这句的人请举手。
3对3，好请。所以恁这边3个拢有大肚、新娘、招翁，对，两个医生拢同款的看法。我较相信你。这边讲大肚的人哭，你解说真伤势。真伤势。哎呦，恁3位一定是经压鸡大肚、新娘、招翁，有面过。啊，因为新娘已经大巴肚，佮招翁，我是感觉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这厉害呢，教义念就对啊啦，听无意思。原来这简单哦。啱。大肚新娘招翁，就是讲伊大巴肚嘛，有囡仔嘛，啊，佮有翁嘛，啊，所以一兼二顾蒙拉兼西裤。哎呦，唔过是招翁呢。对啦，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，我是安尼感觉啦。来，医师你的看法。大肚新娘，都巴肚已经含起来嘛，啊，搁来招翁，哦，你的意思是招翁后壁还有动作就对了。是啊，啊，算讲大肚新娘吼，已经习惯的，迄职业病，伊会撇性，吼，啊，就一直抑搁一直想要还要安尼啦，还要，讲你这个意思，我哪拢听都无啊。不煞就是大肚搁出招啦。哦，意思是安嘛吼。是啦是啦，来，老师请解答吧。俺实在真厉害，大肚新娘招翁吼，伊更大巴肚，毋过可能伊原来翁无伫的啊，即摆来咱招一个翁，伊有人会当甲照顾，而且巴肚的囡仔出世就有老爸，所以伊有翁。囡仔有老爸，啊，真正是一兼二顾，蒙拿兼西裤。哦。啊，另外是讲大肚的人裤，人裤讲是什么时阵的大肚？有生的时阵的大肚。啊，另外像胖哥安尼嘛会是大肚，吼。因为大肚的人吼，你人起来其实无偌久个，无了工。个落落去。你一直人来人去，其实吼加了工啦。所以有时吼大肚的人裤迄叫无差啦，啊，或是讲无采手啦。所以若讲照头啊看下来，这食面个先算有人会甲你提供一寡意见，真正是一兼二顾。所以答案应该是大肚新娘招翁。哎呦，恭喜哇，果然厉害。好来，无论啊，了解两句的意思来拍过来。佢哋配合今日来宾啦吼，这首的名叫做《病医》。作者是游子，为这写家呢，变叫安尼匹配叫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迄个阿婉啊，你休困吼。好，来班长第一句，你来。第一句。恁来恁往，哭哭撞。哎呦，问急诊问诊，实通通。实通通吗？唔知老师，照安尼念实通杂通通，杂通通。足侪人啊。好来，第二句来有请。对。病人艰苦休休叫。家属紧张心内慌，痛壮，这个押韵的吼。过来，先起诊断啊，问病状，好，医生看下。望闻问切，小协同。望闻问切相协同。下来注音第5句。抽血验尿照。唔捌人听过抽血的，一般听到抽血。哦，抽血验尿照电工断斩超音波出动。哎呦，早日找出病源种，抓准治疗救健康。是哦。这有一个问题啦，老师，拜托你。断层超音波拢是现代语。长站，长站，因为是一个切，长站。啊，这超音波，超音波系咪就超音波？好来，麻烦老师跟读看嘛来。恁来恁往，哭哭撞，急诊问诊杂通通，病人艰苦休休叫，家属紧张心内慌，先生诊断问病状，望闻问切相协同，抽血验尿照电工，长站超音波出动。早日找出病源种，抓准治疗救健康。谢谢，感谢老师。
会使请各位请站起来。哎呦，冇问题。咱大家做一摆吼。好，好了，老师先卡来，一、两、三，开始。人来人往酷酷撞，急进门进杀杀通通，病人艰苦手手叫，家属紧张心内慌，先施诊断问病状，论文问切小协同，抽血验尿照电工，断zan超音波出动。早日找出病原状，抓准治疗又健康。感谢大家祝大家拢健康，后会再继续收看《为山为水为日落》。